愿这平安，即时咱时间已经到，请咱准备心来敬拜，请作乐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。毋通管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；毋通逼我收回你神的心。求你，互我永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赏赐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，有做的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求你救我脱离害人的罪，我的舌要大声吟诗，学到你的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我的喙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。三个的吟诗学到上帝，圣诗第38首，学到全能的主上帝。观众，请记入吟全首。全能的主上帝，做我的大君王，以罪你大归来拯救你掉落中痛，要记的人掉进你的心田，甲我当心欢喜精神。万有的主上帝，愿你实在记，我叫可你未受害软弱的祝福情，念念无过心内所隐冒的事，叫伊明日的着想。
人民稳当雄雄跨国力，平心难修，主那最你的朋友，抓领的就会辅助你。我的今那我罗地北我罗一大光临，谁敢尽能量的之下我罗地内经，因公阿妹。有主因更大显现，因愿阿罗伊的恩典。咱犹原教导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使徒是圣经伫圣经的头前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。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就天，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同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文第49篇，闪示以赛亚书第55篇。我来启，请会众来用。来，嘴巴的人才有水。来买酒，来买烟。恁那着开钱买卖者伫咧面啊！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趁找到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爱人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，毋是你的想法。天比地加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。要互野种的有经济，对我的嘴讲出的话，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7别的所在会发，伫下发上别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咱三甲同心来祈祷。天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的主，
万宽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。你伫创造世界大生，就拣选阮做你的囝儿，有份伫你的国度。伫基督内，赐阮天理逐项属灵的福气。愿感谢你，特别是这扰乱的世代，一人心内充满了惊吓甲未平安。魔鬼也亲像好狮伫走喙通吞食的人。求主怜悯，因为因毋入咱上帝。心内也无真正的平安，也是讲，我要求爸，爸就另外赐恁一位保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感谢主，求主坚固阮的信心，无互魔鬼留地步，赶去魔鬼撒旦的搅扰，互圣神保惠师伫阮生命中来掌管，互阮会当持守福音的真理，我告主最好的见证，宣扬福音和上帝荣耀来光照一个所在。而且，阮也为了牧师来祈祷，互伊有对上帝你遐来享受的快乐甲智慧，圣灵保惠师的同在，来带领会友来学耶稣的款式，建立充满见证甲活力的教会。阮身体软弱欠安的兄弟，求你顾惜因的身体，圣神的安慰，借着医生，互因得到好的医治。出大工作读册当兵的兄弟，求你甲因同在，保守因出入平安。今仔是主的圣日，愿兄弟出入遮。要且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，也求主你借着牧师来通讲你阮爱知的信息，互阮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当我们开始今仔日敬拜，愿圣神亲自带领，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万权的上帝。祈祷感谢，奉主耶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来讲读上帝话记载自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书14章第15节到21节。好话本圣经是150页，台语和日本的圣经是124页。现在我来读。第15节，恁若听我，就要守我的命令，我也要对爸求。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，互伊永远甲恁住，就是真理的神。世间所未接纳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搁毋捌伊；独独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三角大。搁要踮伫恁，我无要放恁做无爸囝，我来就近你。要叠啊久，世间无搁看见我，独独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，恁也活。迄日，恁要知我踮伫我的爸，恁踮伫我，我踮伫恁。有我的命令，搁守伊的人，这个就是听我。听话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。我也要听伊，搁将本身迄名伫伊。以上圣经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。好了，咱要请任珍妮、任安妮姊妹来学了。要用国语来学了哈。伊的诗歌是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谦卑的心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
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正道请牧师今仔正道的题目是另外一位为主者请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圣，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。亲爱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若毋是你的恩典、赏赐信心，答阮每一个人无法度地坐一遮，甲兄弟姊妹三甲自责来敬拜你、学乐你。若毋是你所赏赐的信心，阮无法度靠阮家己来追求信仰。主上帝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。纵使阮若是无倚靠信心，阮犹原无法度对你的话内面来得到你的启示，无法度来真实来明捌你，遵照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拍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一等的分享、探讨的过程中间，你的信心赏赐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帮赞甲启示，食做阮生命的即个引带。主上帝，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从约翰福音内底第1章开始，就讲啊真清楚。
耶稣是上帝的道，耶稣是上帝的道。这个道在希腊文或者 logos 的意思，就是话语的意思，就是讲话的意思。所以耶稣，伊就是上帝的话，用人的款式来到世间，直接亲自甲人来沟通。上帝话另外一方面，也是对咱人的命令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安怎命令人，就是通过先知所颁布予因的律法、诫命、甲遮的条例。这就是在旧约时代上帝予人的命令。即上帝予人的律法、诫命甲条例内底，虽然是来约束人的生活，总是伊嘛毋望人伫受约束的中间来认捌上帝，来知影讲因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款的上帝。就亲像上帝讲，毋通拜偶像，毋通拜偶像安尼的要求，别个人就知影讲因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独一的上帝。无法度接受其他的上帝的神。那安尼来到耶稣的时代，以及初代教会的这个时代，旧约是通过律法以及这个诫命来得到上帝的命令。总是耶稣的时代以及初代教会的时代，其实因的手头一定有旧约圣经啊，已经有完整一本的旧约圣经，所以在迄个时代，迄本旧约圣经，就是上帝予因的命令。总是当主耶稣上帝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伊所传的遐福音真理，嘛成做上帝予人的命令。所以初代教会因替迄本旧约圣经是上帝的命令。那安尼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手头的这本圣经，除了旧约，都有另外一本，或者啥新约。旧约是上帝通过先知按人命令，总是新约是上帝的道，成做肉体来到世间，直接对人的命令。不管是旧约、新约，拢是上帝要按人来启示伊家己。遵照耶稣命令的，就是遵照圣经内底一切的要求。安尼的人，就是听耶稣的人。听耶稣的人会得到上帝甲耶稣来听伊，而且耶稣也会按听伊的人来启示伊家己。咱只是咱做来看咱的手头的圣经21节的所在。和合本，还是现代中文译本，还是讲白话字圣经、台语的圣经，21节最后两个字，我毋知咱敢有看到显现。不要紧，有送先看到，甲我回应者，敢有看到？有啦吼，显现。这个显现，咱照字面上看。那亲像是真正，咱的目睭会当看起具体迄种物件，会当摸起的迄种状况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个显现还是显现这个字眼，其实是原文希腊文，有较侪意思是启示的意思啦。它是启示的意思，它不是说肉眼可以看见的那种描述，是启示的意思。总是我要直接互咱清楚一件代志。之前有讲遵照上帝命令听耶稣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启示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人敢有法度家己来遵守上帝的诫命甲律法？敢有法度靠家己来遵守上帝的诫命甲律法？敢有法度？感觉无有法度的，请举手，互我知影。啊，你感觉无法度的咧？你感觉无法度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咱放了。
其实上帝就是因为看人无法度来靠家己遵照上帝律法甲诫命，所以才会收束伊的圣囝耶稣基督。今仔人若是有法度靠家己来遵守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，那安尼咱人就袂犯罪啊嘛，对无？袂犯罪，咱就袂得罪上帝。那安尼旧约的人，敢有需要献祭？无需要。敢有需要恩典？无需要。敢有需要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？嘛毋免嘛，嘛无需要十字架顶悬的牺牲，更加无需要信心啊。因为咱人拢有法度啊嘛。总是咱转来看，咱人敢有法度？就是无法度，就是无法度。所以上帝的道，才会成做肉体，成做咱人软弱甲有限的帮助。上帝的话，用人的款式来到世间，来教示人，用福音真理引带人来遵守上帝的这个命令，而且是遵照上帝的命令内底，嘛要引带人来认捌上帝。因为我要讲的是，耶稣伊来到伫世间，敢有人知影讲耶稣伫世间偌久的时间？几冬？33冬对无？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伊12个门徒确实军队伊的时间只有几冬？3冬的时间。3冬了后，耶稣去对啦，敢是受定、死、埋葬、搁活了后，显现40冬了后，安那？就上天啊，对无？就上天啊，对无？咱人是遮尔软弱有限的这种状况下面，真正就需要耶稣安尼会当陪伴，会当提醒，会当劝勉，会当帮赞的一位保惠师。总是伊确实陪伴伫人的身躯边的时间只有几冬？3冬。要安怎？咱人真正就需要耶稣的帮赞，但是伊确实。是咱人的中间帮助，咱敢有3冬的时间，要安怎？所以耶稣对伫听伊、愿意遵守伊命令的人，要恳求天父上帝收赐信心给因。这位信心，不管是咱台语还是和合本，我头有看到，拢是翻译做保惠师。保惠师。耶稣讲的是，伊会收赐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另外一位保惠师。那安尼来讲，第一位保惠师是啥？耶稣讲，另外一位保惠师是圣灵嘛，另外一位保惠师是信心。安尼第一位保惠师是啥？就是耶稣嘛，就是耶稣。这保惠师的意思，就是称做人的帮助者。陪伴者、辅导者、提醒人的，或者保惠师。这个信心保惠师，就是要来承接耶稣的任务啦。一人软弱有限的时阵，来帮助人遵守上帝的诫命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引带人来认捌上帝。意思是讲，当咱伫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千万唔通误解讲，哦，咱人因为会当遵守圣经内底的命令，所以耶稣看到欢喜，上帝嘛欢喜，所以收赐信心予咱。安尼的次序敢有对？是咱先有法度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信心较收赐予咱。这个次序敢对？无啥对。无啥对，咱人我头一开始有讲，咱人敢有法度靠咱家己遵守上帝的诫命？无法度。所以是咱先愿意，我们愿意，咱想要努力来遵照上帝的命令的时，信心才会降落予咱。所以是咱先愿意遵照上帝，也是讲规本圣经的命令的时阵，信心才会降落。那呢，我要讲的是，遵守耶稣的命令的人，
有上帝的神，就是信心同在的人。我要讲的是，伊得让得到耶稣对圣经内底互咱的即个启示。意思是讲，咱平常时看圣经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，安那看着无感动，安那看着看无，安那看着是一行一行的字，是安怎？因为咱伫看圣经进前，咱绝对爱祈祷恳求信心的同在。若是无信心的同在，咱看圣经安那看就是知识，就是知识，安那看就是拢是字尔，无任何的感动，无任何的得到。因为无信心帮助咱，咱就得袂到上帝对咱的启示。另外一方面，信心保惠师的工课，嘛是去坚固人甲上帝之间真心好好的听，真心好好的听。因为信心会催逼咱爱追求信仰，信心会催逼咱爱祈祷，信心会催逼咱必须爱读圣经。因为只有安尼，咱才会使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若是讲信心拢无甲咱催逼，咱就无法度回应上帝的听。上帝的听嘛袂降落伫咱的身躯顶。我要讲的是，为什么咱要听上帝？信心的帮助需要遐尼大。另外一方面，是安那上帝要听咱人，嘛需要信心的帮助。有当时咱的信仰的态度就是安尼，咱会感觉讲，反正上帝绝对听咱，因为圣经有写嘛，上帝听咱世间人嘛，对无？上帝袂熬受气嘛，上帝有极大的吞忍嘛，所以我不管安怎，上帝一定听我嘛。咱常常有安尼的想法对无？其实一个神学家潘霍华，伊的神学内底，伊讲叫做廉价的恩典，因为咱拢无任何的回应，咱会感觉讲上帝绝对听我，我无认真追求嘛，无要紧，我一世人安尼嘛无要紧，反正上帝绝对听我。这是咱常常有的即个信仰态度。当主耶稣伊应允，互伊的门徒要守住信心，互因的时，其实伊是咧陪伴这信徒的心。咱知影讲，当耶稣去互人掠去的时阵，伊的门徒的心情是安那？是欢喜啊，惊吓皮皮抓，都逃走嘛，对无？总是当因逃走，耶稣受死了后，搁我的主耶稣敢有转去找伊的门徒？敢有转去找伊的门徒？有嘛？照耶稣应允互遮的门徒讲：恁放心，当世间人无搁看起我的时阵，恁会看起我。所以耶稣就真正照应允安尼，伊过我了后，伊去找伊的门徒，安慰因，而且让因分一口气，互因领受啥物货？信心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咱领受这段经文，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？咱敢有人看过过我的耶稣？当约翰福音写了，已经是主后85到100年的时间，会当讲是第1世纪末的这个时阵，耶稣唔知影已经就天偌久啊！敢有人看过过我的耶稣？咱即马已经进入2017年对无？已经21世纪啊对无？那安尼这段经文对咱现代基督徒有啥物意义？咱拢毋捌看过过我的主耶稣啊，耶稣嘛无甲咱分一口气啊。安尼咱要安怎？另外，咱来思考一个问题：耶稣通过这段经文所互咱的应允内底，这个受应允的对象是有限定的，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。
毋是每一个人拢能领受上帝甲耶稣的疼，毋是每一个人拢能领受上帝的启示。那安尼，即个限定的对象是啥？其实都转来到王起头所讲的，迄个听耶稣愿意遵照耶稣命定的人，才会当得到信心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，耶稣本身就是真理。所以遵照耶稣的命令的人，就是遵照真理。所以今仔日若是人无要按照圣经的话来行，无要照上帝的话来遵守的话，那我要讲的是，安尼信心袂降落伫咱的身躯顶。若是讲今仔日真理的信心无降落伫咱的身躯顶，咱安那读圣经，拢袂得到启示，嘛无任何的感动。无任何的帮助，咱可能得到的就是知识。咱今仔日若无明白耶稣，即个道正肉体的耶稣的话，我要讲的是，咱毋通讲咱明白上帝，无明白耶稣，就无明白上帝。当耶稣要出去到克西马利园的时阵，有一个门徒甲耶稣讲rab比。你会当将天父显现，互阮看无？结果耶稣应啥？耶稣应讲：某咪人，你跟对我遐尼久，你阁无看起着爸吗？意思是讲，道成肉体耶稣，就是将迄个看袂起上帝的形象，活伫世间，互咱看。所以今仔日咱若是无读圣经、无信心的帮助、无明白主耶稣，咱拢毋通讲咱明白上帝，咱拢毋通讲咱知影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即个信心，伊是基督的神，是上帝的神，伊嘛是三位一体的信心上帝。我直接要讲的是，咱若是有信心的同在。咱就有耶稣的同在，咱嘛有上帝的同在。伫即段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到一寡字眼，同在啦、明白啦，伫内底也是讲看去，这个里面的意思，互咱看起来，咱小讲，咱会当具体去摸到啥、看到啥的意思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所有的意思，拢是讲咱读圣经、灵修的时阵。所得到的启示，耶稣从来都无讲咱常常看到异象、做异梦。耶稣讲的毋是神业，耶稣讲的是咱努力追求信仰的时阵，要得到的即个启示。对旧约开始的先知诗人，新约时代的使徒。甚至是咱在座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现代基督徒，咱拢会常常互毋信的人来挑战一件代志，挑战咱啥物代志？挑战咱爱来证明上帝的存在。咱敢捌互人安尼挑战过？但你讲，你是基督徒，无你证明一下上帝存在，好无？敢有人安尼互人挑战过？足侪无信的人，科学家也好，拢只爱叫咱基督徒信上帝的人，照俗世的方式来证明上帝存在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拢毋是咱的工课，咱无法度来代替上帝来证明伊家己的存在。甚至当别人有安尼对咱的挑战的时阵，其实是互咱有一个真大的反省。是安那？毋信上帝的人，无要看圣经，无要灵修基督上帝的人，因原底就无有信心的同在嘛。总是咱拢讲咱今仔日是基督徒对无？耶稣的学生对无？那安尼？咱敢有常常去体验过、去经历过、去认知过，讲上帝甲咱同在？
毋信的人无感觉嘛，啊，咱有信的人，咱敢有感觉？敢听我的意思？咱敢有遮尔认真追求信心的充满、信心的感动甲帮助？咱敢有常常灵修看圣经，对内底来明捌耶稣？敢有对内底来得到耶稣的启示？阮来讲一个上基本的，那安尼咱有听耶稣无？耶稣今仔日所讲的第一句话是啥？听伊的人，就遵守伊的啥命令嘛。那安尼无要读圣经，咱干那讲咱听耶稣，敢有效？无要读圣经，干那讲哦，我听耶稣，安尼敢有效？前一阵我有看到一个影片，一个短片。这个影片是咧讲，有一个人因为伊破病，需要入病院受医治，因为伊的病真严重，所以当伊医治好了后出院，伊瘦了22公斤。22公斤有济无？敢有济？有嘛？啊，你瘦一个人瘦22公斤，外貌才会改变？有改变嘛？我看迄个影片，我会讲，主啊，我嘛想要瘦一下10公斤呢。吼，瘦一下10公斤就好，22公斤外貌改变。即个人，伊一礼拜伫住院的过程中间，伊的病医好了后，伊有饲一只狗仔。即只狗仔嘛，一礼拜的时间无看到伊的主人。但是我头讲，伊瘦22公斤，伊的外貌安那改变嘛？所以当伊的狗仔甲主人安尼远远要接近的时阵，迄只狗仔拢安那袂认识伊啦，一直搭伊的主人一直吠，一直吠。等到即只狗仔安尼接近的时阵，闻到伊主人的味的时，较安怎认出伊的主人啊？闻到味道才认出那是他的主人啊！狗仔毋是用目睭去认人，狗仔是用味去认人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咱是人，咱毋是动物，咱是上帝创造内面唯一用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。这个上帝的形象，毋是指咱的外貌。这个上帝的形象指的是咱的属灵的层面。咱是所有的受造物内底，会当去认知到，会当去认捌到上帝存在的受造物。所有的受造物内底，嘛敢有人知影向上帝来祈祷，甲上帝沟通。不过我要讲的是上帝形象这个温数，因为咱人愈来愈无要信上帝，愈来愈无听上帝，无要照伊的诫命来行，所以这个温数就慢慢啊无去啊。原底有信心甲咱同在，咱有属灵的层面会当甲上帝沟通，但是因为咱无常常来敬虔来追求的话，这个温数会慢慢落去，无去。就因为安尼，圣经耶稣基督才会来到世间，上帝的道才会成做肉体，用人的款式，家己来陪伴人，教示人安怎样追求这个信仰，遵照上帝的这个旨意。但是当耶稣上天了后，无这个颁奖者要安怎？耶稣有讲。只要你愿意追求信仰，听耶稣遵照圣经所讲的话的人，信心就会降落，成做咱信仰的帮助。最后，咱做伙来思考一个较严肃的问题。耶稣有讲过，伊第二届都会来到咱的世间，但是当耶稣第二届来的时阵，伊要带来啥物？审判对无？总是我头有讲过，耶稣伊只不过是换一个形式。
耶稣只是换一个形式，转来到咱的身躯边。耶稣只是透过信心保惠师，来到咱的身躯边，继续帮助咱来追求这个信仰。那呢，我要讲的是，到底耶稣来啊未？到底审判开始啊未？约翰福音内底有一句话，约翰安尼讲：信囝的人未受定罪，毋信的人一定受定罪，因为因毋信上帝独一的囝。毋信的人就受定罪。咱知影讲，咱基督教信仰内底，只要甲上帝有连结的，就有永远我；无甲上帝有连结的，就是空虚。啥物叫做空虚？地狱就是空虚啦。因为甲上帝的疼、甲上帝的关系隔断，迄就是空虚，迄就哪亲像地狱。那安尼，啥约翰直接讲甲遮尔严肃？毋信的人罪一定定。那安尼，咱来反省咱每一个人家己的属灵状况。咱有倚靠信心甲上帝继续有连结无？咱有倚靠信心继续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，来追求这个信仰无？啊，若无，咱是要讲咱疼上帝，甲上帝有关系。愿上帝施恩怜悯，无互伊的信心离开咱每一个人，无互信心离开桃园教会。愿信心继续帮助咱，互咱继续有听耶稣、遵照耶稣命令的机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有极大的疼痛，你嘛是慈悲怜悯，你疼阮人疼到极，总是因为你知影阮人的软弱甲有限，所以你对阮讲的话，拢非常的严格。你的严格目的是要帮助阮，会当常常仰望你，听你的话来行踏。总是主对旧约时代一直到现在，阮人犹原是背逆，无要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来珍惜你的恩典，互阮时常知影通祈祷，恳求信心的同在，充满甲感动。若无信心的帮助，阮无法度读圣经；若无信心的帮助，阮无法度祈祷；若无信心的帮助，阮根本会无想要来做礼拜。主上帝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也愿主上帝你的信心降落伫桃园教会，充满伫桃园教会内底，互阮每一项代志拢是遵照上帝的旨意，拢是遵照圣经所要求、所教示的这个旨意来行。愿主你听阮的祈祷，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诗第176首，疼痛的神降临，疼痛的神降临。会众请起念全首。
的心，将你的热情发光对我显现，为做家家关怀，你我心甲我大。心会予我心力无延长，叫你生活地道，地高需要消磨，罪恶变罪恶。我的家心，我你的工作定，思想叫我靠近，拯救我心里，予我路径革命。愿主心爱属下，做我心就我所应将必做我的爱心意修。伊若真是强逼，甘我这最卑微，现在是做就痛会求主拯救，我心真大阴谋，并且以爱救度，每半为最所讲的存的涵盖。主恩的人同在，已交我心内，正做星星欢喜家己的所在。阿门。队友，请坐。即粒来奉献，那请林富雄执事张碧君执事来施献。咱若头一摆来到圣殿，毋知奉献意义的，会使免奉献，毋要紧。
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所以来报告的内心，咱来读今仔日金句，伫顺序单的上后面，我来读一遍，请会友来读2遍。若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义，因为圣神透彻万事，甲上帝深奥。哥林多前书2章10节，正。咱先开节目头一篇，咱前礼拜咱聚会的情形，甲后礼拜咱侍奉的人员，咱家己来注意，家己看。第二咱是周间团契的聚会，甲教育部的课程，甲主流的聚会的时间，个地点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三咱家庭小组是每礼拜三礼拜三暗时8点，咱各小组的聚会的地点甲主旨咱来看第四甲第5是咱小组的大项事项咱为着咱的兄弟咱来代祷。第6咱奉献的名先后毋对，来请迄个中职来更正。第7消息报告。第1本主日是国外节的第6主日第2，咱关怀部的会议呢，伫12点中昼12点至7个1的会议室来召开，请部员来出席来参加。第3教育部的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705会议室来召开，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。第4行政部的会议伫下晡7点半，伫702的会议室来召开，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。下主日5月28，第1是后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咱欢迎李定颖牧师来甲本会来请安来分享，请咱兄弟呢为着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。第2后主日是团导部的会议要伫中昼12点半伫702会议室来召开，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。教会消息，第2妈妈合唱团甲音乐的分享发表会要伫5月28下晡2点伫4楼礼拜堂来举办那欢迎咱兄弟来欣赏。第3教育部第5期的社区花艺班要伫6月24开始每礼拜6上午7点到11点半伫705教室来上课。咱欢迎兄弟甲福音的朋友来报名。第4 5月28到29咱是桃园教会中式的退休会，
那时间题目请咱家己看。第五，若要报名参加平安7月节音乐会是说并邀请无导游来一同来参加。咱来看，咱来详细咱看1楼甲4楼的公布栏的海报吼。教界消息第一，北大妇女的灵修会吼，日期是6月20到22，地点是香格里拉吼东山河的度假饭店吼。报名费是咱大吼是4000块4人房吼，甲2月58来报名截止吼。那请朱美玲姊妹来报名吼。以上报告，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朋友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一只要来介绍一个报告，补充报告。大先我直接介绍第一位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。这位是陈富美姊妹，伊对这个美国转来，对美国转来，咱来拍拍来大家欢迎。好，请坐。请咱等下，好，请咱等下。即爱餐分享的时阵，咱会当到交代。伊是足华济即个朋友，真好朋友。咱看到第7页周报第7页，这原底有写讲本主日是即个信心降临节啦，这干事可能拍毋着，因为伊看到今仔日我所使用的经文甲题目伊想讲信心一定降落啊啦，无啦。即礼拜是国活节，复活节第6主日。这礼拜还是复活节第6主日。下礼拜后礼拜5月28是国活节的第7主日。6月份第1礼拜较是信心降临节。一只做一个更正，甲补充报告。以上。上营信息第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会众请起立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小灵传你杀尽，心内罪恶的你面前，对主不悔，大地。我你所要，我命尽力，令我心内给我归去，献出的爱最后没有因传能灵魂别求，我们是说救主属后，温高的人所应快乐，星星中爱愿当行，夜夜孤寂，眼跟你命。阿门。请牧师来祝祷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帮助阮每一个人稳群追求信仰、读圣经、祈祷，
对安尼来得到主耶稣你的启示，会当互阮愈较来明捌你。愿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常常临到伫阮的身躯顶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电乐灭倒。咱请牧师来主持平安礼。好，咱做伙起立，彼此握手来请安。